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同学叫做孙逸伦，伊是2020年总统教育奖的得主。当时颁奖的时阵，专程用台语来讲感谢词，互人印象深刻。孙逸伦是读高雄中华国小6年的，因为带着罕见的疾病，两骨弯曲70度，身高才100公分，体重嘛才12公斤。 但是，伊也是真乐观。今年嘛来得到周大官全球热爱生命奖。伊讲，若是要有明仔载，要有未来，伊要做一个电脑定序的设计师，发明出一套辅助的工具，帮助肢体障碍的朋友。 热爱生命的奖章。2021年周大官全球热爱生命奖的得主，读高雄中华国小6年级的孙逸伦，去年伊嘛得到总统教育奖。 当来总统有领奖，感谢总统给逸伦这个机会。用台语讲感谢词，和大凯总统蔡英文嘛真感动，因为得到罕见疾病，和11岁逸伦敢若100公分，体重嘛敢若12公斤。因为两骨变形达到70度，去跌落胸坎，必须挖过游泳来复健。嘛因安尼受出身心障碍运动会双金牌，虽然讲天生甲别人无共款，也毋过对因老母来讲，伊爱这个囡仔。 搁较辛苦嘛不要紧，还是很爱他吧，爱他爱到没有办法去想很多事情。这个囡仔嘛真拍拼，伊讲若是要有明仔载，要有未来，伊要做一个电脑程式的设计师。有这个能力的话，可以帮助跟我一样身心障碍的人士，然后设计一套这个辅具系统，就是生活辅具系统，然后来协助他们。 对这个囡仔来讲，生命存在必须要热爱，和每一天拢精彩。就告诉